我相信有好多嘅情況可能係其實是但一方唔會想處理，因為第一佢哋可能根本唔覺得有問題，第二就覺得其實個問題交俾某一個人解決就得啦，我唔需要參與。係嘅，有啲人呢一刻未能夠有個動力去作出一嘅改變，可能真係時機嘅困難，係有啲難去強迫啦。咁但係我會有興趣知道啊，其實佢唔出席都係一個表態，佢嘅動力係啲乜嘢嘢咧？但係至於願意尋求幫助嗰一部分，佢都係同其他家庭成員環環相扣之下，佢嘅小改變會唔會都可以讓到佢而家嘅困境鬆一啲呢？咁所以其實真係唔一定局限喺成個家庭都出現係一齊處理嘅。其實個別嘅成員咧，佢去面對嘅話，佢都可以喺呢個環環相扣嘅家庭網絡當中咧，可以讓到個家庭佢有啲嘅改變，佢亦都可以為自己做一啲嘅決定，可能點樣嘅投入喺個相處模式當中，會唔會係減少一啲嘅不必要嘅期望，或者係點樣去將自己抽身擺一個好啲嘅位置，令到佢唔需要將他人嘅期望、他人嘅壓力擺得太多喺自己嘅膊頭度。